隔一條馬路對面咧就係珠海嘅市區3萬蚊一個平方米，隔離咧就係坦洲嘅嘉景康城嘅16000一個平方。而今日邊日要同大家介紹嘅係逆轉半島1萬蚊出頭啊！俾咗係你會點揀啊？呢個樓盤最大嘅優勢咧就係佢嘅地理位置啊，非常之近珠海嘅中山樓盤啊，直線距離50米就係啦，步行5分鐘就可以到珠海咯。距離800米咧就係珠海靈珠輕軌站啊，步行10分鐘就可以到啦。揸車15分鐘就可以去到拱北口岸，20分鐘可以去到港珠澳大橋口岸啊，輕輕鬆鬆頂就雙城嘅生活圈。而且屋苑樓下咧仲有香港嘅直通巴士啊，去到香港嘅太子同埋荃灣嘅交通非常之方便嘅。咁我哋可以見到啦，佢樓下嘅底商咧全部都係開晒噶啦，用咗我哋嘅日常生活所需係冇問題嘅。咁而且從項目步行10分鐘咧就可以到大家講最中意行嘅山姆會員店啊，揸車9分鐘咧就可以到坦洲嘅優活城啊，非常之大嘅商超，食飯睇戲、按摩揼骨啦，吃喝玩樂一應俱全噶。依家我身處嘅位置咧就係小區內園入邊啦，佢係一個新中式嘅園林設計，俾人感覺非常之舒服噶。綠化面積係有35%嘅，亦都係比較大嘅一個社區啊，佔地面積16萬個平方，建築面積56萬個平方，容積率係3.0嘅。小區入邊仲配置咗泳池啦、羽毛球場、網球場、塑膠跑道、老人兒童設施等等嘅。小區總共35棟嘅，分為4期嚟開發。依家推出嘅全新3期啊，在售戶型有90個方到110個方嘅。好啦，大家嚟睇下呢個102方嘅3房戶型啊，咁佢成一個入戶空間咧係贈送俾我哋嘅。呢度可以除咗做鞋櫃之外咧，仲可以做一個細型嘅兒童遊樂區噶。咁呢度就係廚房啦，半開放式嘅設計啊，仲帶埋一個生活露台俾我哋嘅喎。餐客廳一體嘅設計，成一個空間咧非常之通透嘅。咁而呢度嘅露台咧係做咗一個封倉嘅設計。如果中意封倉嘅朋友咧，亦都係可以委託開發商封好倉之後再交樓俾你噶。再埋嚟睇睇休息區啦，呢度就係工位啦，所見即所得啦。左右兩邊分別係客房啦同埋兒童房啊。咁佢呢一個空間咧，完全係足夠噶。最後一間咧就係主人房啦，自帶獨立嘅洗手間啦。咁呢一個位置咧，再擺張2米嘅大床都係冇問題噶。呢一度咧係可以低門檻上車噶，單價11000起咋，100萬咧就可以攞低嘅3房戶型。呢一個價錢咧係珠海嘅1/3嘅樓價咋。如果你係想揾一個近珠海啦，而且價錢夠晒筍嘅樓盤啦，咁逆轉半島係必睇嘅項目啦。如果對呢個項目感興趣嘅朋友咧，可以後台隨時私信我噶，我帶你實地睇樓。